平上家里西上家扫庙吧。老管家，至今亲戚房一路已经到了，可这新郎官晚了一道，等一位花巧一道，这可怎么办他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们这份队这就去查，可就要到了。家门不行，家门不行呐！就请你多多的帮我了。哼，这个倒蹊跷，你叫我怎么个办法？你这样好，既说如此，我就叫新娘远嫁而归。哎呀！
是讲给想的呀。就是嘛，讨得起老婆，还不起账。要是讲出去，这当小家门的，可是不太光彩的呀。把钱拿出来，来拿出来，你们拿出来，妈。请问二位，金龙欠了你们多少银金？不多少，正好300两。哎，哦，300两。好，这账我来还。哎呀，真是太好！你看，这新娘子去是啥子？越怕的拿来吧。什么东西？结局呀，结局。对，既然金龙欠了你们文银300两的与结局，谢谢。我这结局可不能写过的呀，不能写过。哎，肯定。那你们凭什么来要银子？哎呀，这是金龙收集我们的赌债呀！对呀，哪里是收集你们的赌债？分明是趁人家新婚结束，再来敲诈欠债。金龙向我们借对呀。那好，只要你们将他找回，我便当面还清。这话算数？不相信？那你们就谁想要到一件银子？相信。我们这就去把金龙交回来。快走。妹妹，这个日子你总亲眼目睹了吧？你要当机立断，免得误了众生。你还是这位兄，愿教而归吧。这兄长怪自今，小妹心意领受。这是兄长此言，小妹不敢依从。妹妹，既是花轿过门，岂能远教而归？那你随后可不要后悔呢。兄长，告辞，舅老爷。兄长，舅老爷。哎呀，晚些日子去吧。哦，八小姐，你自不孝，难成大器。恐怕误了小姐你的终身呐！方才兄子也实在有意，死去是了，还望把小姐你了三思了。
尽心尽责。哦，好，好，原来快拿警察来啊！谢幕，这次非才上路警察，乃是我小门做假之物，还望小人接受此查。原来，来，快去向我带上啊！谢公的老爷，老爷，公子他回来了啊！小老生意回来了，把那银子来呀，拿出来。小丽，你快去拿300两银子，叫他们准备事。跟我来。老爷，兵士们都在问什么时候摆堂。这摆的哦，谢武，你可这可是摆？好，这个就摆，小左，老爷，吩咐下去，即刻摆档啊！是，老爷吩咐去我摆堂喽。他回来了没有？我没有呢。真不像话，北头那天还找不到他，陈良清总说俺等了几天。我今天是中秋节，他就已经31天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对，告诉老爷去。
娘子是我啊。郎君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郎君，待为妻把酒一来，已经同意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已经。哎呀，哎，郎君，今日是中秋佳节，你怎么深夜才回？我在朋友是饮酒作乐。不，是饮酒作对，人之赏月。那也不该饮得这样醉汹汹啊！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。郎君，常言道，酒醉要伤身，喝多醉终身。以后你要少饮几杯才是啊！你，哎，进门才几天，你就啰嗦起来，真是个女流之辈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谈这些了。来，叫我300两银子。又要300两，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何用处？我难道你欲去度了？哎呀，我的好娘子啊，这怪我水气不好，你快把银子给我，我一定把它寄回来。郎君啊！就这一位吧。啊，不，这银子我不能给你啊。好，你如果今天将银子给我，我们还是夫妻；要不说，休怪我无情。哼！娇娇，徐和尚，我写的女人的名字，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他是谁？他
娘子，娘子
口水苦吧啦！哎呀呀呀！我伺候她丈夫管她的样子，哎呀，是啊，他叫做发表发肚走才好苦啊！哎，不是说好话要赌的吗？对，小公子，你是缺少赌气，我来接近你。不，赌本我有的是，你们看。警察，小公子，我娘妈妈血开！哎呀，这翡翠烧到警察，这个查不上枪，这可能有啊！妈妈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这真是一只世上稀有的警察呀！小公子，你想要多少银两？咱要让你1000两。哼，依我看最多300两。300两，对，300两。哎呀，小公子，300两就300两，小公子去300两，小公子，哈哈哈哈，就要300两。好，团的什么气呀？赌场上话不是你翻来我翻去，没有钱我借你，怎么样？小公子，人家都肯借银子借你，你还不来？金龙兄，再来一场啊！好，来就来，借我银子。慢，这一回我要话样列举，放了现在。话样列举，对，借的银两也有归还，到期不还，房产抵押。这怎么死的？哎呀，小公子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是啊，小公子，你家有的是财产便宜，许是挖过样，怕什么？我就不相信，一定是你输。好，挖去挖。好。啊！
是啊，老头子早晚是要死的，去是嘛？是啊，那是天地宝产，我为你所欲。小公子，难道你万夫不留子？天吧！老兄，越汉一顿好。
府的请用堂呀。这丫头也无济于事啊！是我害苦了你呀！不要这样子，公爹，你安心养病要紧。救我啊！金龙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对呀，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夫日不等三宝殿。好，打。这是金龙的亲的进去，请顾我。小丽，一年你接举人小金龙，今接王娘家母银3000两，为其余到期不完，房产抵押。好一个糊涂的冤家！多亏清楚了，把此和私下的明引导他。华府本银3000两，要不说去拿房产抵押。哼！要不完善，恰也不难，但必须以我2件事。哪2件？一，从今之后，你们再也不要与金龙来往。这有何难？哪个枉为与穷鬼来往呀？那好，小金龙被你们骗去的废材3道金财，必须归还。这不是我骗他，是他自己押解我的。说价多少？把您300两。小丽，你快去拿300两银子。妈。
将我的所有珠宝碎上，吩咐老管家上街闭门相见。去吧。你把金钗还我。哎呀，这金钗我已送给李娇娇了。哎呀，快去要回来！好，我这就去把金钗要回来。对，慢啊！我还有一夜相称。定家，你看，杀得你脸飘动，自带风怒，终有一天，小金龙的下场将会落到你的身上。嘴巴，不要别骂水声，秀我能别骂水声。秀你不要别骂水声，你就当这个畜生早已死去，要这警察还有用啊！秀，是我害苦了你呀，都是我家子养了这个不孝的孽种，我有谁？我有谁呀？兄长来了，快起！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他你当听见我的下落可以消息？我正为此事而来，有人看到他在里应浪荡。妹妹，事已至此，你万岁为兄，回家去算了。记着小问，理当何不与共？怎能乘人之危，也罪了之？妹妹，司机兄长，因为我当听到金龙的响了，我一定要去把他寻找回来。此去千里迢迢，你又是女流之辈，怎能跑得农业长途或这样？哥哥，有曾取信弟弟，纵然已经千辛万苦，在遍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去把他寻找回来。老爷谢谢，老爷谢谢，嫂子。
老管家说的真很无意。老管家，你看，这里不是你家客店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里有啊，地价，来啦！三位可是要是爹的，真是好嘞，里面请啊，请。鱼来了。喂，起来！你躺在人家店门口，叫我怎么做生意啊？爹姐，我实是腹内空空，饥饿难当，万望。去！年纪轻轻，靠讨饭过日子，像什么样子？走开！我苦苦相求，你反来羞辱于我，是何道理？道理？跟你这种人，关于什么道理不讲？走开！你滚！爹姐啊，为何这次争吵啊？这个狡猾子拉在店门口，叫我怎么做生意？算了，我这里有人间一问，打发他走就是了。喂，躺在这里真假不好做生意呢。来，拿去。慢点，当心躺着。今天算你碰到观音，不是啦。慢点哦。好了，弄款切得真干净，连碗都不
不用洗了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，难道你不想家？怎能不想啊？可我修炼的为家呀！公子啊，你要是早些明白，就好了啊！我自己好过，来不及了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穷不了吧？你看看你市场为什么？为谁？我自黑秀，你这张嘴是做什么的？好啊，管家，你在何才说话呀？一个落难之人，就主人随下他吧。随下他，他这副模样，我这随下他岂不让人笑哦？相公，你就可怜可怜他吧。是啊，随下他吧。好吧。看在你们两位的面上，我就许下你。多谢相公，我许下相公，要叫主人。是，主人。老婆家，带他先到店内歇歇，待明日风声一过，即刻上路。是。
去洗慰他。哎呀，哎呀！
这倒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。哦，主人，你想起谁来了啊？那就是你原来的主人小金龙。哦，主人，你也认得小金龙？我是从同朝好友中闻听过他的名声。哦，哎，相公，你就讲给我们听听吧。是啊，这个小金龙啊，话怎讲？这是老奴一想起一个人来了啊！哪一个？你快讲呀！此人乃是前朝陈月虎，当初他也在秘密嫖赌，弄得个家破人亡，乞讨为生。后来他通给劫匪，擒正他死，做了高官，已经我想啊。那个陈元虎自丑能干，怎么与这个不知虚词、死光堕落的小金龙相比呢？阿苦根，你说是吗？是，主人，我们过路吧。关路？哎，苦根，此乃是三岔路口，我们该往哪条路走啊？那倒要问问管家。老管家，这里到了什么地方？主人，这里名叫放儿坡。哦，放儿坡。怪不得这里还有一座古坟。哎，管家，你看这座古坟与众不同，哪里不同？那陈家的古坟是说不朝南，唯独他是说南朝北，不是四五逃离。主人呐，这就是我岳西老爷的坟墓啊！就是那小金龙的父亲。对，为的是要看看他那不孝儿子何在为人？
成几把，刘东乡为顾陪到深夜啊。好，过炉吧。你今天不但来找我，我心着不了，想把我家母重新推到户口里去。不，蒋公子，我是为……好了，不要生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我都不会去的。哎呀，你要是再讲下去，休管我对侬不客气。我只希望金龙兄真心改过。哎呀，这就是了啊！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我为金龙兄
是，我是奉了八小姐之命，特地来请你的呀。八小姐中，是啊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就是吧。也多亏八小姐这番苦心，像这样严大的你好娘子，世上实在不多了。金龙兄上外正义不武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哦，那就请蒋公子，好，这就去。哎呀，请。千万不要伤了我的金雕狗啊！门外是哪一位？老朋友，快你来！老朋友，好好好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请，请金龙啊！是你，你来做什？得知圣兄来此已有半年，不曾前来拜访，今日得你前来叙叙旧日之情呐。旧日之情早已忘回，今日你来，可不是往此郎结局拜年吗？不，实在是想念故友，前来叙叙旧日之情，也好与你消遣，节目啊。
恐怕切莫难消徒增怨恨。你还记得梨花院之事吗？记得，是算记得。王生兄不要这样于我，我们还是好王爷。好王爷，哼！生兄，难道你就这样为我地种种菜，天天与清朝王爷当家道？时日激烈，倒也心安理得。唉，可心里总有惆怅不尽，悔恨无穷啊！哎呀，是他曾经风流一时的小公子，竟愿这样过日子，哎，岂不让人笑啊？哦，此话怎讲？金龙兄风流倜傥，你就叫求情难忘。他知道你已经回来，哎，今日只得今让我请你去养胃。那他还有脸见我？要是我不想见他你，那真是多情女子不新郎啊！你去告诉他，小金龙早已开始为相，如今这一股棺材月的苦根，什么金银财宝都没有，只有一双手，一双时常就力的手。好，不，既然是此，那我就来帮你解解闷，消消气。你再去烧赌本，我接你还想跳赌？你小赌赌不伤别人的，金龙实在赌博，有里面再见我的主人呐！哎呀，难得赌气吧，夜深人静哪个晓得？你看，我把豆子都带来了。对。家母，你真不归来叫我再入虎坑？你可知金龙我也是一所之人千古恨，父来世上没有后悔之呀！但愿你从此也不再进赌场了。唉。谁呀？小公子，是我呀，是个女的。门外女子深夜找我有何要事？小公子，我是娇娇呀。果
是他，哼！婆金子女有何面目再来见我？小公子，向我娇娇绿了眼花，实是无奈。这怪妈妈死里吞菜，我也是生不如鸡呀。那你三更半夜到此做甚？好一个糊涂的小公子啊！
管家，老管家，来啦来啦！哎呀，是你呀！怎么他呼小叫的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小弟叫我来问你，请公子姑父之事，可从还没妥当。我已经爬上去了，请小姐放心就是啊。哦，王女，大王女的事安排好了没？哎呀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现在小公子正在库房还是找我，过不了1时3刻便可完毕。我又叫他带来请小姐过目啊。这就好了。这是怎么啦？老管家，今天是第3关了，可我真为小公子担心，千万不要在紧要关头出毛病啊！这倒也是啊，前面2关总算过来了，倘若公子能够顺利过这第3关，也不为小姐的一片苦心啊。就是嘛，一个早是问我女孩装，像这样暖不暖、女不女的，哎呀，真难受。老管家啊，我去看看他长不查清了没有？查对未必就带他来见小姐。哎，快去！哎呀，千万不要露出破绽，还是要叫他苦给啊！晓得。唉，日子过得真快呐！这也又是中秋佳节了。但愿公子小姐上上下下7点不到的日子早日过去，再要他们夫妻和睦，小老儿我也可早日放下这颗心了。唉，真累呐！难怪古人说“知足常乐为天业”，平平安安才是福呐！老管家，老管家，老管家，他丈母已查对完毕，也听为等吩咐了。哦，情况是哦。哦，不，我没有问他。哦，你快带他进来啊！苦根，快进来吧。那别讲。哦，来了。结果主人罢了，苦根，张某全部查对过了，我都已查对完毕，不过怎么了？我也不明白，张某警察清楚，可怎么会多出了300两？多出300两，真是啊，请主人过目。苦根，这多出的银子就算是我赏给你的，从今之后你就拨出财源来管账吧。哎，不，主人，这300两纹银我不能收，这管账王之事我也……哎，你听我说。
了吗？那个蒙替主人的呀？啊，是无比乱套的事。那么今天你与我实施了吗？其为不小啊！主人，你可知我娘子的下落？倒也了子也孩。主人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娘子她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！法公子到啊，法公子来了，你还是自己亲自去问他吧。对，他来的正好，我望望他去。九兄，原来是小公子啊！不，我是金龙啊！你还有脸皮叫我九兄？你还知道有位娘子？我当然知道有位娘子喽。此刻。快在小儿的面上，快在小公子眼睛回给先生家消消气啊！九兄，哼！九兄
舅舅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娘子她在哪里？她可好吗？她早就被你气死了。公子，
啊！夏公子你也来家母了。，你来得的，我是特地来瞧你们夫妻的缘，区区不敌，老管家。好，今日与孟州去佳节，大家一同饮酒赏月。妈，带我去评估主人。哎呀，你娘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他呀！娘子，主人就是你。哎呀，老本家，快快张灯结彩，下不上下共庆佳节。是，